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文峰開運館。我係你哋嘅老朋友大師，成日同你哋講，做人做事最緊要係順應天時。天時係乜嘢？就係個天嘅節奏，係天地之間氣場嘅轉變，係一種你睇唔到摸唔到，但係實實在在影響緊你每日生活嘅力量。你同個天拗手瓜，你係永遠都唔會贏嘅，因為你嘅力量係有限嘅，而個天嘅力量係無限嘅。你越係反抗，越係要逆天而行，你就會越辛苦，越係碰壁。但係如果你識得跟住個天嘅步伐去行，佢行你快，佢停你慢，佢熱你散熱，佢涼你添衣，你就會好似坐咗架超級順風車咁，事半功倍，行運行到腳趾尾，連你自己都唔信會有咁順。2026年已經過咗一半，你回首一望，上半年你過成點？你靜落嚟合埋眼諗一諗，由年初到而家你嘅財運係點樣？係咪覺得做乜都好似有嚿石頭壓住心口咁？明明好努力，晚晚加班，星期六日都返工，但係啲成果同你嘅付出完全唔成正比。係咪覺得好似成日都有小人喺你身邊搞震？你明明係做好事，想幫人，想完成個項目，但係出到嚟嘅結果就係俾人鬧，俾人搶功勞，俾人背後插刀。你唔使驚，你唔係唯一一個有呢種感覺嘅人，你亦都唔係黐咗線，更加唔係能力有問題。因為上半年成個天星氣場嘅主調就係丙火。丙火係乜嘢？係太陽之火，係最猛烈最霸道嘅火。大火係咁燒，係咁燒，燒到乜嘢都乾晒，燒到你成個人都燥燥地。火旺就會克金，而金喺五行入面代表緊嘅就係真金白銀，係你嘅財富，係你嘅事業成就，係你銀行戶口嗰個數字。財星被克，即係你嘅財運係被個天壓住咗，係一個大環境嘅問題，唔係你個人嘅問題。所以你會覺得明明有機會，但係硬係爭臨門一腳。粉約明明傾好咗，轉個頭人哋又反口，啲客明明話要落單，第二日又話要再考慮下，明明係你嘅功勞，最後就俾人搶咗去，你連出聲嘅機會都冇。唔怪之得大家上半年做嘢都係吃力不討好，左手出糧，右手就要交租，啲錢完全係過手財神，掂一掂就走，完全落唔到袋，儲極都取唔到。但係各位街坊唔好灰心，唔好食氣，更加唔好放棄，因為個天係公平嘅，佢唔會永遠都用一個樣對你，佢唔會永遠都係大火猛燒。西年8月7號立秋呢一日就係你嘅救花，就係你嘅轉機，就係你重新企翻起身嘅日子。立秋一過，成個天地氣場就會正式嚟一次翻天覆地嘅大洗牌，係由頭到尾，由上到下，由外到內咁樣洗一次。上半年嗰啲燒到你頭暈，令你成日發脾氣，令你成日覺得好壓抑嘅火氣會開始退散，好似啲潮水咁慢慢褪去，由盛轉衰，而代表財富、代表收割、代表成果、代表豐收嘅金氣就會正式登場，接管成個下半場。你諗下，個天由一個大火爐變成一個大金庫，你話你嘅運氣會唔會反彈？你話你嘅機會會唔會多咗？如果你喺上半年係嗰啲俾火燒到最金，俾人恰得最慘，俾小人害得最應，俾老細鬧得最無辜嘅人，咁大師今日要恭喜你，因為正係因為你捱過咗上半年嗰場烈火考試，你嘅底子先至會被打磨得咁乾淨，你嘅霉氣先至會被燒晒，咁樣先至有資格去迎接立秋之後呢一股最純正、最強勁、最冇雜質嘅財氣。大師今日睇完晒成個星盤，研究咗好耐，發現有3個生肖，佢哋嘅命宮喺立秋之後將會正式開啟10年一遇嘅超級大運。呢種大運唔係淨係旺你幾個月嗰種小打小鬧，唔係話今日中個細獎，聽日執到少少錢嗰啲，而係一種可以徹底改變你人生階層，令你成個生活質素都提升晒，令你身邊嘅人都對你另眼相看嘅10年大運嘅起點。你人生有幾多個10年？你錯過咗呢次，你可能要等好耐好耐。
大師今日不單止會幫你詳細解釋呢3個幸運生肖，話俾你聽點解係佢哋嘅命格同呢股金氣有咩特別嘅關聯，同埋佢哋要點樣做先至可以食盡呢陣運，唔好浪費咗個天嘅禮物，唔好做一啲會趕走好運嘅嘢。仲會公開一套我哋文豐開運館嘅壓箱底秘法，係一套立秋專屬嘅800聚金局。呢個佈局唔使用錢，唔使買任何昂貴法器，唔使去廟度求，更加唔使搞到成屋都係神台咁煙流浸漫，只需要用你屋企廚房都揾到嘅簡單材料，一碗水同埋8個硬幣就係咁簡單，就可以將立秋之獸充斥喺天地之間嗰股強勁嘅無形嘅財氣強行吸入你間屋，鎖死喺你個財富度，等佢變成你嘅嘢，趕都趕唔走。你話係咪好吸引？係咪好想即刻學？係咪好想知自己點樣可以分一杯羹？如果你想知自己有冇份行呢個10年大運，如果你想學識呢個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嘅吸財秘法，你唔好等，你唔好諗，你即刻喺下面嘅留言區好大聲、好有信心、毫不猶豫咁樣打上立秋大翻身呢5個字。呢5個字唔係普通嘅留言，佢係一個宣言，係你同個天講，我準備好啦，我要將上半年輸咗嘅一次過贏翻晒嚟，我要俾所有人睇到我係可以翻身嘅。你打咗呢5個字，你個心就會即時有股力量，你就會同立秋嘅金氣場連接上。呢個就係心念嘅奧妙大師，依家就同你逐樣拆解。你準備好未？準備好就一齊落去。咁多位街坊，我知道你哋聽到10年大運呢4個字，個心一定係好興奮，好想快啲知自己有冇份，個心跳到砰砰聲。但係喺我哋揭曉邊3個生肖咁好運之前，大師一定要先同你講清楚，立秋前後有啲乜嘢係絕對唔可以做嘅，係禁忌嚟嘅。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唔可以淨係掛住接收好運，而唔去避開嗰啲會令你好運流失嘅陷阱。點解？因為立秋係一個氣場交接嘅關口，係由火轉去金嘅敏感時期。呢個交接期就好似蛇締皮、蝴蝶破位咁，係一個好脆弱、好關鍵嘅時刻。呢個時候，你間屋、你個人嘅氣場就好似一個啱啱出世嘅 BB 仔咁，係好脆弱、好敏感、好容易受外界影響嘅。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唔覺意做錯咗一啲嘢，犯咗禁忌，咁你好可能會親手將啱啱行到去你大門口準備入嚟嘅財氣一腳踢走咗，都未入屋就俾你趕走咗，你連佢個影都見唔到。所以你一定要留心聽清楚以下呢3大禁忌，將佢哋刻喺個腦度，千祈唔好犯。呢個係你下半年運氣嘅第一道保險掣。立秋前後第一大禁忌，忌怨天尤人，忌身窮，忌成日散發負能量。你記住，立秋係金氣抬頭嘅轉折點，係一個好有朝氣、好正面、好積極、好有希望嘅能量場。個天喺呢個時候係準備緊將一大筆財富分配俾嗰啲值得嘅人，俾嗰啲樂觀嘅、肯努力嘅、對生命有熱誠嘅人。而你喺呢個咁關鍵嘅時候，如果你成日都喺度抱怨，話自己幾慘，話個天對你幾唔公平，成日喺度呻窮，話冇錢啦，呢排好窮啊，點解人哋咁好彩我咁衰？呢個世界真係唔公平。你呢啲說話每一句都係一個負面嘅種子，佢哋會形成一個好強烈、好沉重嘅負面磁場，將你成個人包圍住，好似一個黑色嘅氣泡咁。財氣係好有靈性嘅，佢係中意去一啲開心、正面、有希望、有笑聲嘅地方，佢係好怕你呢啲怨氣同負能量嘅。你不停咁呻，就等於喺你自己身邊起咗一道好高好厚嘅牆，將所有好運同財氣都擋喺出邊，佢哋想入嚟都入唔到。所以立秋前後呢幾日，就算你心入面有幾唔開心，有幾多委屈，你都同我忍住，唔好講出口，吞咗佢。你要不斷咁同自己講，要講出聲，我會好運嘅，我會發達嘅，我嘅好日子就快到啦，我一定可以翻身嘅。你要用呢啲正面嘅說話去為自己建立一個迎接好運嘅磁場。
將個黑色氣泡換成一個金色嘅氣泡。立秋前後第二大禁忌，忌同家人嗌交起爭執。俗語有云：和氣生財，呢句說話唔係亂咁噏嘅，係有風水根據嘅，係幾千年流傳落嚟嘅智慧。立秋前後呢幾日，因為成個單位嘅氣場都處於一個交接期，由火變金，呢個過程係會產生一啲動盪同唔穩定嘅能量，就好似兩個人喺度傳個波咁，傳得唔好就會跌落地，所以人嘅情緒係會特別容易浮躁，特別容易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小事就着火，啲火氣係會影響你嘅。可能平時你老公亂咁放對髮，你笑笑口就幫佢執咗佢，覺得佢好可愛，但係呢幾日你可能會因為呢對拍而同佢開拖，嘈到拆天，覺得佢做乜嘢都唔啱。大師呢度提醒你，呢幾日一旦你同屋企人嗌交，嗰啲嘈鬧嘅聲浪，嗰啲冧路嘅情緒，嗰啲互相指責嘅說話所產生出嚟嘅負面能量係好巨大嘅，佢會好似一個炸彈咁喺你間屋度引爆，將啱啱先至凝聚埋一齊，仲係好脆弱嘅財氣，瞬間震散晒、散晒啊，乜都冇晒。你辛辛苦苦等咗咁耐嘅立秋轉運，就因為你忍唔到一時之氣，成個佈局就俾你破壞咗，又要由頭嚟過，所以無論發生咩事，呢幾日同我一齊深呼吸笑一笑，就算人哋係咁撩你，你都當佢唱歌，當佢係小朋友發脾氣，保持心平氣和。你贏咗場交，但係輸咗成個下半年嘅財運，你話值唔值得？一啲都唔值。立秋前後第三大禁忌，忌借錢俾人，呢個係好重要嘅一點，你一定要記實，係關於你錢財嘅生死存亡。立秋喺我哋中國傳統嘅24節氣入面，係一個代表收穫嘅同聚財嘅節氣。你諗下，秋天嘅景象係乜嘢？就係啲農夫辛辛苦苦耕咗成年，春天播種，夏天除草施肥，流咗好多汗水，終於等到啲穀金物成熟，金黃色一片，可以收割翻嚟，收埋入個穀倉度，準備過冬。呢個就係立秋嘅意義，係將你之前辛苦種落嘅嘢收翻埋、聚翻埋，唔好俾佢流失。如果你喺呢個時候將你嘅錢借出去，等於係將你啱啱收割翻嚟，仲未坐暖，仲係好新鮮嘅財富，親手送咗俾人哋。你呢個舉動係好傷你嘅財運根基嘅，佢會令你下半年極之容易漏財，啲錢會因為各種奇怪嘅原因而流走，可能係電器壞，可能係有突發嘅使費，總之就係取唔到錢，好似個銀包穿咗窿咁。所以立秋前後，任何人問你借錢，無論係邊個，除非係救命咁緊急，例如屋企人入咗醫院要即刻做手術，否則你都一定要鐵石心腸，一概拒絕。唔好怕，唔好意思，你嘅唔好意思係要用你真金白銀去換㗎，守住你啲錢，唔好俾佢流出你嘅口袋。呢個就係立秋聚財嘅第一步，亦係最關鍵嘅一步。好啦，講完呢三大禁忌，你係咪覺得自己已經避開咗啲地雷？係咪覺得自己安全咗好多？咁跟住落嚟就係大家最期待、最興奮嘅環節，我哋要揭曉到底係邊三個幸運生肖，佢哋嘅命格同呢股立秋金氣最夾，夾到可以開啟佢哋10年一遇嘅超級大運。你準備好未？睇下你同你屋企人有冇份？呢一刻可能就係改變你命運嘅一刻。第一個被點名嘅係屬牛嘅朋友，屬牛嘅你出咗名係勤力踏實，唔怕辛苦，抵得諗，係典型嘅老黃牛，做嘢從來唔會偷懶。但係好多時候你嘅努力同回報係唔成正比嘅，你係嗰種默默耕耘，但係收成永遠都係爭少少嘅人。你見到人哋好似好輕鬆就得到你想要嘅嘢，你就會喺度諗，點解我咁努力都唔得？特別係上半年火咁旺，你嘅五行屬土，係丑土，丑土係濕土，係好珍貴嘅。但係俾啲烈火係咁燒，你係幾咁難熬，做乜都好似俾人阻住晒，有種鬱鬱不得志嘅感覺，好似俾嚿大石壓住咁，有勁都冇地方使。但係立秋之後，
你嘅好日子終於到啦，係真係到啦，因為屬牛嘅丑土，佢有一個好特別、好獨特嘅功能，就係生金。五行之中，土係生金嘅，呢個係最基本嘅五行原理。而屬牛嘅濕土，因為入面有水分，佢就好似一塊好肥沃、好滋潤嘅田地咁。佢唔單止可以生金，仲可以將上半年嗰啲燒到亂晒龍四圍走嘅烈火收納入去，好似一個高手咁，將呢啲亂了嘅能量轉化成一種好穩定、好持久、好有根基嘅能量，去孕育出真真正正嘅財富，係有根有據嘅財富，唔係浮財。所以你屬牛嘅朋友，你係典型嘅大器晚成、厚積薄發。立秋就係你大翻身嘅起點，係你啲努力終於俾人睇到嘅時候。過去一直卡住冇進展嘅投資項目，你以為已經凍過水、冇晒希望嘅嘢，會突然之間有利好消息傳出，令你喜出望外。一啲拖咗你好耐，你以為永遠都收唔翻嘅款項，會無端端有轉機，可能仲會連本帶利咁還翻俾你。你收到嗰陣仲會以為係發夢。你嘅下半年正財偏財運都會極之旺盛，你嘅資產好容易會喺呢段時間得到一個突破性嘅增值，係嗰種你完全估唔到嘅增值。可能係你之前買落嘅嘢突然升值，可能係你嘅生意突然多咗好多客。所以屬牛嘅你，立秋之後唔好再咁低調，唔好再收埋自己，有機會就要去馬，大膽啲去展示你自己，大膽啲去爭取你應得嘅嘢。因為個天會幫你，成個宇宙都會幫你。第二個要講嘅係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你，五行屬辛金，你本身嘅氣場同立秋之後要登場嘅金氣係完全一致嘅。你係金，佢又係金，你哋係比肩，係兄弟，係同類。你可以話立秋之後成個天地就係你嘅主場，你係主場作菜。但係正正因為你屬金，上半年嘅猛火對你嘅傷害係最大嘅。因為火係克金嘅，火旺克金，你係首當其衝被針對嗰個，啲火係追住你嚟燒，所以你上半年過得係非常之壓抑，好唔開心，成日都覺得俾人針對、俾人打壓，有種被困住有勁冇地方使，有才華冇人賞識嘅感覺，好委屈。但係立秋一到，火氣一退，你就好似一個被解開咗鎖鏈嘅武林高手咁，成個人都鬆晒，你嘅才華、你嘅聰明、你嘅急才、你嘅幽默感全部翻晒嚟，你會變翻嗰個充滿自信嘅。你屬猴人立秋之後嘅運勢叫催馬逢金，動中發大橫財。呢句說話點解？就係話你下半年千祈唔好坐定喺度等運到，你唔係嗰種坐喺度就會有錢收嘅人，你要主動出擊，你要喐，你要周圍去，越係走動得多，越係離開你嘅舒適圈，越係去一啲你未去過嘅地方，你嘅運氣就會越旺，你嘅錢財就會越多。呢段時間非常之適合你去開拓外地市場，或者係跨出去同唔同行業嘅人合作，甚至係去一啲你完全唔熟嘅領域度探索。你會喺呢個不斷喐動、不斷探索嘅過程入面，發掘到一啲冇人發現嘅新機會，然後發一筆好大嘅橫財。呢筆橫財可能係你完全意料不及嘅。你記住屬猴嘅你，立秋之後千祈唔好懶就會走寶。你要做一隻坐唔定嘅馬員，周圍去揾機會，周圍去結交朋友，財神就會追住你嚟跑，你越跑佢越追。第三個要講嘅係屬龍嘅朋友，屬龍嘅你，五行屬辰土，你呢個土同屬牛嘅丑土又有啲唔同。丑土係濕土，係比較沉穩、比較內散嘅，而辰土係水庫，即係一個水塘，係濕土之中帶有豐富嘅水氣，入面收埋咗好多水。佢有一個好犀利、好獨特嘅功能，叫做晦火聚金，即係話你嘅磁場可以將上半年嗰啲仲喺度垂死掹扎、未完全熄滅、仲喺度搞震嘅殘餘火氣，好似用一塊濕咗水嘅大厚毛毯咁，成張冚落去，將佢完全抹熄，一啲火種都冇得留低。跟住你仲可以將呢啲原本係破性嘅火嘅能量，透過你獨有嘅水氣，將佢冷卻，將佢轉化成為對你有用嘅財富。呢個過程係屬龍人獨有嘅天賦，其他人係做唔到嘅。呢個就係你嘅異能。所以立秋之後，
屬龍嘅朋友，你喺字義上會開始掌權，你講嘅說話會好有分量，人人都會聽你講，你嘅領導才能會得到充分發揮，你會成為團隊入面嘅靈魂人物，你嘅財富會大開，打工嘅你會好容易得到上司嘅賞識。升職加薪係預期之內嘅事，你可能會突然間被委派去負責一個好重要嘅項目，或者係接管一個更大嘅團隊，自己做生意嘅，你會發現你嘅名氣會突然間大咗，好多新客會自動送上門，你嘅品牌會越做越響，你嘅生意會做大做強，權同財兩樣嘢你都會同時得到。你呢個唔係淨係得個名，係有實實在在嘅錢財跟住一齊嚟嘅，有名有利，呢個就係權財兩得嘅格局，係好多人恨都恨唔到嘅。好啦，講完呢3個將會行10年大運嘅幸運生肖，我知道可能好多人會喺度諗，個心有少少酸溜溜。大師講咗咁耐都冇我份嘅，我係其他嗰9個生肖，咁我點算啊？我係咪就可以刪咗條片，由得自己下半年繼續行衰運啊？係咪冇我份我就點做都冇用啊？千祈唔好有呢個念頭。我同你講，風水嘅嘢最公平嘅就係大運你可能冇份，但係小運你係絕對可以自己動手去創造嘅。個天唔俾你，你可以自己去攞大師。依家就要教大家一個完全係零成本、人人即用、不限生肖、冇任何門益嘅立秋800聚金局。呢個佈局係我哋呢行用嚟催旺800左護財星嘅秘法，係一個好古老嘅方法，可以將立秋之後成個天地間最強勁嘅財氣強行咁樣吸入你間屋，變成你嘅嘢。你冇聽錯，係強行吸入嚟，唔係被動等佢入嚟，而係主動出擊去將佢扯入嚟。呢個唔係開玩笑，係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好多跟住我做嘅街坊都話見效。呢個佈局嘅操作方法係非常之簡單，簡單到你唔信，但係你要跟足嚟做，每一個細節都有佢嘅道理，每一個小步驟都係關鍵。首先你要準備一個純白色嘅瓷碗，記住一定要純白，唔可以有花紋，唔可以有顏色，唔可以有圖案，因為白色係屬金，係最純粹、最冇雜質嘅金氣。你同立秋嘅磁場係同步嘅，你用佢嚟做容器，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接收金氣。千祈唔好用膠碗或者紙碗，呢啲物料冇咁嘅能量，甚至會阻擋能量嘅傳遞。跟住你倒入大半碗乾淨嘅清水，呢碗水最好係用新鮮斟出嚟嘅水喉水，或者係過來過嘅水，唔好用隔夜水，因為新鮮嘅水帶有生氣。水有乜嘢作用？水係用嚟聚氣嘅，佢嘅特性就係可以將周圍流動緊嘅無形嘅財氣，好似磁石咁樣吸過嚟，凝聚喺碗入面，困住佢，唔俾佢走。然後你要準備8個金黃色嘅硬幣，喺香港最理想嘅就係用我哋嘅5毫子，因為佢係金色嘅，五行屬金，同成個局嘅磁場最夾，而且佢嘅大細啱啱好。如果你揾唔到5毫子，用其他金色嘅硬幣都得。例如一啲外幣或者係一啲遊戲機嘅金幣，總之要係金色嘅，要有金屬嘅質感。點解係8個？因為8呢個數字喺玄學飛星入面代表嘅就係800左護財星，係9運入面最當旺、最有力嘅財星。而家行緊9運，800星就係財星，8個金幣就係將呢粒財星嘅能量模擬咗出嚟，將佢召含過嚟。你將呢8個硬幣事先要清洗乾淨，唔好有污漬，因為污漬會影響能量嘅純正度。輕輕咁樣放入嗰碗清水入面，唔好大力掟落去，要恭敬啲，就係咁簡單。你嘅800聚金局就完成咗。咁要擺喺邊度呢？呢個係最關鍵嘅一步。你要喺8月7號立秋當晚食完晚飯休息咗之後，將呢碗水擺放喺你屋企嘅正西方或者係西北方。點解係呢兩個方位？因為今年嘅流年風水，正西方係800財星飛臨嘅位置，呢個係大財位，將個佈局擺喺度，等於同財星直接連線。而西北方係9子喜慶星嘅位置，同時西北方五行屬金，亦都係金氣最旺嘅方位之一，係一個好強嘅互助方位。你將呢碗水擺喺呢兩個是但一個方
方位，等於係將一個信號接收器擺喺信號最強最穩定嘅地方，啲財氣就會源源不絕咁樣被吸入你間屋，會係咁流入嚟。你擺好之後就唔使再理佢，唔使成日去搞佢，你只需要每隔1個星期左右換一次新鮮嘅水，保持碗入面嘅水質清澈乾淨冇異味，唔好俾佢變黃或者有塵，咁樣就得噶啦。你望住碗水清清涼涼咁喺度，個金幣喺水底閃閃發光，你自己個心都會平靜落嚟。而呢個平靜嘅心就係最好嘅風水。呢個八白聚金局可以幫你將立秋剛剛抬頭嘅抽金財氣源源不斷咁吸入你嘅家宅，唔單止旺你嘅財運，令你覺得啲錢容易咗入袋，仲可以令你間屋嘅氣場變得更加平和，更加有生氣，更加舒服。你千祈唔好睇小呢碗水嘅力量好多。跟住我做嘅街坊都話，做完之後真係感覺到間屋嘅氣場唔同咗，個人嘅財運都順咗好多。有啲仲話好快就有意外之財。各位街坊，立秋大洗牌，運勢大反轉。呢個係個天俾你嘅一個公平嘅機會，人人都有份，爭在你肯唔肯去把握，爭在你係咪真係會去行動。上半年你可能捱得好辛苦，你可能受盡委屈，你可能覺得好唔公平，你可能喊過好多次。但係呢一切都會成為過號，只要你識得喺立秋呢個關口做啱嘅嘢，避開禁忌，跟住大師嘅方法去佈局吸財，你嘅下半年係絕對可以反彈嘅。個天係會將之前欠咗你嘅一筆一筆咁還翻俾你。佢係有記錄嘅。如果你想下半年財源滾滾，全家都豬籠入水，唔好再等運到，唔好再諗我邊有咁好彩啊！你連試都唔試，點知唔得？依家就請你喐一喐你嘅手指，喺下面嘅評論區好有信心，好有力量，好似已經見到自己發達咁樣，打上立秋大翻身，下半年發到紙呢幾個字，你唔好睇笑呢個動作。當我哋咁多位街坊嚟自世界各地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一齊喺度打呢句說話嘅時候，我哋嘅求財念力就會聚成一股好大好大好驚人嘅能量，啟動一個好強勁嘅吸財磁場。呢個磁場會幫你同你嘅家人喺暗地裏面加持，喺你唔為意嘅時候幫你安排好晒。呢個就係集體嘅力量，係好科學嘅，係吸引力法則。你做咗呢個動作，你個心就會有個寄託，你就會同所有想發達嘅人連接埋一齊，你就唔會再覺得自己係孤軍作戰。跟住我唔該你，我真心唔該你，即刻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你最關心嘅親人，你嘅仔女，你嘅父母，你嘅兄弟姊妹，你嘅朋友，你嘅同事，你嘅舊同學。因為你呢個舉動係將一個可以改變佢哋下半年運氣，甚至改變佢哋人生嘅黃金機會，親手送到佢哋面前。你幫佢哋把握咗立秋呢個轉運嘅最佳時機，等佢哋唔使再盲摸摸，唔使再行冤枉路，唔使再俾人呢個功德係好大好大嘅，係會累積落你嘅身上嘅。你越係肯分享好嘢，越係肯幫人，個天就會俾更多好嘢你。呢個係宇宙嘅定律。你信我，你呢一刻做嘅呢個小小嘅分享動作，可能就係你下半年行大運嘅第一個契機，係你親手為自己積嘅福。好啦，各位街坊，我哋文峰開運館下期再見。多謝你，記得立秋當晚一定要擺好你嗰碗八白